Mirror 成員姜濤涉於喺舊年11月凌晨時分喺港島不小心駕駛，唔小心撞上路邊嘅護欄，被票控不小心駕駛等3項罪名。案件13日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，本人未有出席，代表律師代佢承認不小心駕駛傳票。案情指姜濤喺意外後告知警員，因駕駛嘅時候嘗試用隻左手喺後邊攞頂帽，唔小心冇睇清，因此發生意外。主任裁判官張志偉接納姜濤因為一時失誤而唔小心駕駛，判處罰款1000蚊。代表律師話，由於姜濤有工作在身，授權律師代為出庭應訊，而律師亦代為承認唔小心駕駛傳票。佢喺意外之後負責任咁喺原地等待警員到場，配合調查，承認其責任，願意作出賠償。主任裁判官張志偉就話，有關部門會作出追討。姜濤有悔意並乃念係初犯，所以會引用呢次事件警惕自己，將來會小心駕駛。裁判官亦透露，佢仲有另涉2項傳票，已經透過書面承認該2項傳票。姜濤駕駛嘅車輛喺2025年12月23日凌晨12點左右，駕駛至堅尼地城嘅城西路同西長街交界，喺紅燈嘅時候冇停車。調查亦發現姜涉案只持有暫准駕駛執照，但佢未有喺車尾上掛上 P 牌，就每張傳票姜被罰款600蚊。巨肺鄧紫棋日前喺台北舉行《I Am Gloria》世界巡迴演唱會2.0第3場嘅演出，喺台上提及同前經理人張丹之間嘅恩怨，透露當年喺內地參加綜藝節目，對方同佢施壓要求退出，最終引起酬勞及合約嘅爭議，雙方關係由合作變成對立。喺講落去之前，希望大家免費訂閱，中意嘅網友俾個 like 我，多謝大家支持我嘅廣播。鄧紫棋話，為咗證明佢唔喺度翻舊賬，佢都要喺度多謝前公司喺佢最後自己嘅堅持底下，最終都俾佢完成呢個節目嘅錄影。佢喺演唱會度撕爛咗同張丹嘅合照，令成場演出充滿挑釁，亦充滿諷刺。有網友喺演唱會開 show 之前目擊鄧紫棋同造型師男友喺韓國出現，引起外界猜測佢可能係睇下場館環境及為演出作準備。當時見唔到有工作人員陪同，可能只不過喺度低調咁享受緊假期同拍拖。至於鄧紫棋嘅零版稅同著作權風波，事緣佢2008年入行開始，一直同蜂鳥音樂經紀人唱片公司簽約，但至2019年3月，佢突然間喺社交平台發千字文，宣布同蜂鳥音樂有限公司，亦即係佢嘅前經紀人張丹嘅公司，即時終止經理人合約關係，理由包括對蜂鳥音樂嘅各種不滿。但係佢嘅前公司蜂鳥音樂一方認為，佢哋嘅經紀人合約應該係要到2022年先屆滿。鄧紫棋單方面提出3年解約，鄧紫棋單方面提早3年解約係違反條款，並令到公司損失高達1.2億，入稟索償。據報道，當時鄧紫棋曾經反擊前公司嘅說法。張丹喺2014年3月底，亦即係佢當時參加內地第一個綜藝節目《我是歌手》總決賽之前嘅1個禮拜，威脅佢一定要續約，如果唔續約就唔俾佢出場。所以鄧紫棋係控告對方涉嫌違反經紀人合約在先。佢亦都自爆，因為呢一個解約官司糾纏6年都未解決，令佢6年嚟零版稅收入，甚至連自己寫嘅歌都唔可以重錄再發行。
佢話好彩遇到精通內地嘅著作權法專家，加上佢喺未成年嗰陣時，自己已經係加入咗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，所以而家情況係逆轉嘅，佢可以重新錄自己寫嘅歌。覺得攞翻以前啲歌就好似揾翻失散咗嘅仔女，有死而復活、失而復得嘅感覺。並希望歌迷繼續支持佢嘅專輯。陳凱琳以唯一香港代表身份出席內地綜藝節目《乘風2026》，憑住靚樣被封為迪麗熱巴接班人，加上傳聞以28萬人民幣特價加盟，性價比之高，令佢喺內地人氣急升。繼早前喺初舞台演繹輕快作品《Me Too》之後，贏得口碑，但係分數偏低。喺最近嘅小組賽中，佢搭檔李心潔、謝娜同徐潔儀挑戰楊丞琳嘅經典悲情情歌，佢哋最終獲得878分嘅高分。但係陳凱琳喺個台度嘅表演方式呢，就引起網友熱烈討論喎。我哋一齊睇下。佢以一身白色仙氣長裙造型驚豔登場，但係一開口呢，就令到唔少網友呆咗喎。佢唱歌嗰陣時咧，全程投入，唔單止單手拎咪，表情激動，成日皺眉頭，又好肉緊。但係呢種咁富有個人特色嘅沉浸式表演呢，喺社交平台就引起廣泛嘅討論。唔少網友覺得佢個唱法同埋嘅演繹方式咧，好鬼老土啊，有少少汪阿姐嗰個年代嘅味道。有網友話佢個唱腔極具魔性啊！尤其喺處理尾音同埋咬字嗰陣時咧，嗰啲節奏感好鬼奇怪。劉洋自從參加咗中年好聲音之後，由於佢嘅舞台同埋唱功，人氣一路急升。佢琴日現身觀塘出席參演嘅全新原創古裝音樂劇《花影夢》記者會，吸引大批歌迷到場支持。講到近期嘅工作安排，佢就話比賽結束之後呢，自己係多咗唔少嘅工作嘅。佢話佢好中意挑戰，所以今次參加呢個音樂劇最大嘅收穫就係令佢講廣東話越嚟越叻。咁對佢嚟講咧，演藝事業係好有幫助嘅，攰啲辛苦啲都冇乜所謂。被問到工作係咪令到佢嘅收入大幅增加嘅時候，佢就話係有穩定嘅增長嘅。講到長遠嘅目標呢，咁佢就話希望有一日可以喺香港置業喎。佢話我想喺香港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屋企，呢個應該係好多人喺香港打拼嘅最終夢想啦。雖然佢亦都好幽默咁講，話香港嘅房價就算跌咗，亦都係極高，實現夢想可能仲需要好長好長一段時間，但係佢會繼續努力工作。37歲有靚模始祖之稱嘅文詠珊 Janice Man，當年與楊穎 Angelababy 齊名，係唔少男人心目中嘅女神啊！近年佢嘅事業同家庭雙豐收，喺2019年嫁俾富二代，但係佢冇放棄事業做全職少奶奶，反而憑借電影《消失的她》躍升億萬票房女星。舊年主演劇集《不眠日》亦都大受歡迎喎。最令外界震驚嘅係，舊年9月，文詠珊無預警咁宣布已做咗媽咪喎。產後文詠珊亦極速瘦身，回歸大眾視野。繼早前驚豔米蘭時裝周，近日亦都有網友喺街頭偶遇佢喎，狀態好到不得了，個樣身材好似少女咁，哇，令人好羨慕啊！